想着起航，多少次的等待，远方的朝阳，陌生的梦想和执着的倔强，在这一路之上，也曾感到彷徨。我矗立在茫茫生命之巅，总被时间改变，失去力量，也曾在迷茫中成长。我徘徊在茫茫人海之间，说再见吧，昨天，坚强面对，勇敢着去绽放。哎，不是吧你？这么简单的英语还要我辅导你？难者不会，会者不难。张老师啊，您就多担待点儿。这算起来，我应该是第2次出手帮你了吧？是啊，第一次是在高考的时候，所以张老师的大恩大德，我是铭记于心的。哎，这次为什么考研啊？你不觉得现在世界在发生变化吗？你看，连孟妮和何可可他们俩都在读研了，咱们大老爷们儿不能比他们差呀。哎，是你不能比人家差好吗？咱俩不都本科吗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这一不小心拿了个 MBA。哟，张教授啊，失敬了啊，教授。那你看呢？我说你小子什么时候会上来？等这个戏的后期做完吧。哎，你这个当导演的，后期你怎么不去啊？可可呢说放我个长假，再一个他老爸现在还不错，也不能没事做呀。胡扯呢吧你？我扯什么呀？随你了。哎，我最近啊在张罗一件事儿，有没有兴趣参与一下？那得看是什么事儿。我呢在张罗一个聚会，就像我们以前在海州一样，有你、我、孟妮、关海、秦冰，也可以加上他。怎么了？乱了？怎么就乱了？你怎么不把江天威也叫上？我跟你说呀，我们现在这群人不太适合在一起聚。怎么就不适合了？人家秦兵还有关海，这感情现在不清不楚的，尽量少见。他们2个整天同出同进的，怎么就不能在一起吃个饭？其实我是想说呀，你、我还有孟妮，我们3个不太适合。我们又怎么了？人家孟妮现在不是有男朋友了吗？谁呀？小贝啊。小什么贝啊？我早让关海问过秦兵了，根本就没有。所以说现在你还是我情敌，除非你现在宣布退出，这饭就能吃了。我之前我不是说了吗？我尊重孟妮意见。我可不像某些人啊，整天发誓说孟妮1天不嫁，自己就1天不放弃。哎，我这不也是给你创造个机会吗？你想啊，我把大家全部都聚在一起，你也当着大家的面求个婚什么的。
陆海，秦明出事了，怎么了？秦明怎么了？啊？秦明拍马戏，从马上摔下来了。会骑马骑什么马呀？那现在怎么样？还在手术呢。冰冰呢？手术室。现在怎么样了？说话呀！大夫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病人脊椎严重受损，很可能导致下肢瘫痪。什么？你刚才不是这么跟我说的？你骗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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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，你骗我！大夫，你现在怎么办呀？还好我们手术比较及时，以后慢慢进行康复治疗就可以了。至于能恢复到什么程度，要看患者自身的情况了。行，谢谢你了。没事啊？嗨，你好，可可。你好，欧尼。来，咱们大家一起过来想想办法。我认识一个骨科大夫，等秦明好一点了，我可以让他来帮忙。我有个朋友是这方面的专家，回头把秦明的片子拿给他看一下。我就在这儿陪着他，跟关海伦吧。我们大家都可以，到时候我们排一个值班表，大家轮流过来。放心吧，病人一会就醒过来，醒过来之后别刺激他，因为他现在情绪还不太稳定。冰冰啊，冰冰，你醒了，冰冰。冰冰，怎么样？好点没有？还疼吗？好点没有？大夫，他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我们给他买了止疼泵，会减轻痛苦，但过一阵子还是会疼。医生，还能站起来吗？你先别着急，刚做完手术，先恢复一段时间，会有希望的。谢谢大夫。不行，谢谢啊。不行。冰冰啊，大夫说的对，先别多想，有我和大家陪着你呢，过一阵子肯定会好的。先别告诉我。放心。回来了。啊，怎么了？
妮儿，累了一晚上了吧？我没事儿，应该的，是不是？冰冰啊，今天给你带来个好消息。什么事儿啊？我跟医生谈过了，医生说你这个病啊，只要好好配合治疗，几个月之后立马康复。当然了，现在会有些难受，但是呢，只要坚持，曙光就在前面。听见没，冰冰？你自己可得加油。妮儿，不行你先回去吧，辛苦一晚上了。我倒没事儿，倒是你要是忙的话，你就先去忙你的，这儿有我听着呢。行，那今天呢，就让你沾沾我们家秦兵的光，尝尝我的爱心鸡汤。哟，这关海太能干了，一大早鸡汤都熬出来了。来，尝一口。太烫了啊！哪儿啊？昨天下午老大帮我把材料买好的。对了，我跟你说，现在不止你，连我都要沾秦兵的光呢。昨天老大不止帮我把材料买好了，还给我做了热腾腾的饭呢。这些年啊，一直是我做牛做马，这回我也当一回地主了。冰冰，你看我这以前说什么来着？谁找了关海谁幸福，这才是新一代的好男人呢，是不是？谢了啊，冰冰，你同意吗？同意，可是那也得分人。要是对什么人都好，那不就是没有原则吗？这什么意思呀？我以前做过那么多对不起你的事儿，你现在对我这么好，不就是没原则吗？冰冰，我对你好呀，其实呢是想对我自己好一点儿。可能是我上辈子欠你的吧。哎，就像何可可说的，他跟我说呀，他呢是上辈子欠老大的，所以这辈子应该当妈来还他，来伺候他。谁知道投错胎了，就成同学了。所以呢，老大总开玩笑叫他何仙姑、何大妈，还有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活菩萨。那我上辈子一定是你欠我太多了，这辈子才能我欺负你。对，没错。所以这辈子你拖欠我一回两回，抛弃我一回两回都不算什么，太正常了。你俩这说的越来越没谱了，先把鸡汤喝了吧。你不介意我背叛你了？冰冰，哎，你们看过那个小品吧？里边有一句经典的台词。什么台词啊？他说：“就当丢了辆自行车，骑了几圈又送回来了。”关海，你现在说话越来越没意思。我也觉得是。关海，你走吧。你生气了？没生气。一会儿我妈来，这种事儿瞒也瞒不住。再说了，你一大男人，很多地方也不方便。以后只有我妈还有妮子就够了。你走吧。是，这儿有我跟阿姨照顾着，你还不放心啊？别忘了喝汤啊，一会儿凉了。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。冰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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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来了，妈来了！冰冰，你怎么样了？哪儿伤了？疼不疼啊？你伤的怎么样？医生怎么说呀？啊？没事儿。啊，都这样了，你还没事？
阿姨，大夫刚才说情况挺稳定的，就先放心吧。你说你好好的，你非要去拍什么戏呀？啊！妮儿，你说咱俩不在，就他妈妈一个人能行吗？当然行，哪有自己妈不照顾女儿的？再说他们娘俩好久没见了，应该有好多话要说呢。也对，那我下午再过去。哎，你下午去看看就行了，你别待太久。为什么呀？你应该了解冰冰的，她挺要强的。是啊，我知道。特别是现在这种时候，就比方说你吧，如果现在躺在床上的是你，你肯定不愿意你身边的人看到你这样，特别是你爱的人，你在乎的人。我懂了。妮儿，那这段时间就拜托你了。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照顾冰冰是应该的，跟她多少年好朋友了。谢了。啊，何可可是不是特别喜欢一鸣啊？妮儿，你可千万别把我刚才的话往心里去啊！其实这么多年，老大的心里只有你，这个我最清楚。他和可可之间呢，就像哥们儿与哥们儿之间，完全没有那种性别的感觉，别瞎想。没有，就是随便问问。怎么样，妈手重吗？妈，别费劲儿了，反正我也没什么感觉。这是刚开始，正常的，就是没感觉，妈才能多按一下嘛。医生不都说了吗？你情况挺稳定的。你说，我要是一直这样，能不能跟你回老家？别的忙我是帮不上了，我能帮您看看爹。妈，对不起，让您指望不上我了。好孩子，你不管怎么样都是妈的好孩子，是妈不好，妈对不起你。从小就逼着你学这个学那个，从来没让你做自己想做的事，是妈不好，妈对不起。妈，不怪你，我这几天呀想了好多，可能所有的东西我都得太容易了，自己不懂得珍惜。现在，这就是老天爷对我的惩罚。我呀，欠老天爷的，算是还上了。就是欠关海的，怕是还不上。傻孩子，你谁都不欠啊，你不欠。你要是欠什么都让妈来还。你是个好孩子，知道吗？别胡思乱想。你抱抱我吧。哎，妈在呢啊！坚强点，妈在。
你干嘛呢？怎么穿成这样？我这不是接下来啊有一个美食节目，准备去秀一下。行了你，又背着我接私活是吧？哎呀，这些都是你做的、啊？女士免戒啊！背着我还留了一手。那这些都是我考研用过的书，然后里面所有的重点部分我都给你用红线画出来了，好好看啊。干嘛？感动的不会说话啦？多谢寇姐雪中送炭。少评了，走了，去医院找关海。哎，我说你这个制片人是不是有点太早了？人家家里面出了事儿，你还要给人家安排工作？要不这样，你就留在我们家，我陪你。你陪我干嘛呀？啊？你想干嘛呀？你以为我像你啊？两耳不闻窗外事，还在家研究美食。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那个我。秦明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哎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等一下，马上就好了。哇，大高先生辛苦你了。24小时为您服务。你先坐会儿啊，我去拿东西。一会儿跟我回次公司啊。今天不行啊，我待会儿还得去趟医院。我呢是今天起了一个大早，在公司里忙活了一上午，把秦斌作为代资艺人拿来的钱全部都退了出来。还有前几天，我委托了律师跟秦斌的那个剧组谈了一下，他们已经答应支付一笔费用作为赔偿。寇姐啊，真棒！你什么都不用说了，等秦明好一点，你就给他找一保姆，然后立马来公司上班。放心，只要他情况一好转，我立马回去。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的是呢。说实话，这次关海真的挺棒的，不是每个男人都能在关键的时候站出来。是啊，现在能做到像我这么棒的，真不多。是，都成家庭主妇了。对。行吧，你快点收拾啊，我在楼下等你。先去公司，再去医院。小贝，你在吗？在。怎么好几天都不见你上线了？这几天我一直都在医院，我最好的朋友以后可能要在轮椅上度过余生了，我在帮着照顾他。真不幸。但是不幸中却有大幸，曾经被他抛弃的男朋友勇敢地站出来，愿意用一辈子的时间去照顾他，这种坚贞的爱情让我感动。如果你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你那2个男孩也都会做出这种决定，对吗？我想他们会的，不是我值得，而是他们俩都是知情知性的人。其实我也可以。你别紧张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把你当成我人生中最好的朋友，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我都会伸出援手，而且心甘情愿。谢谢你，小贝。我真的要感谢命运，它给了我生命一样的如风，给了我兄长一样的小妍，还给了我你这样一个好朋友，
但是我真的不希望你对我这么好。生命一样的如风，兄长一样的小妍。是的，再次见面之后，小妍没有再给我任何压力，一副完全放手爱情，只留友情的样子。可是这样的她，看上去更有魅力，更迷人。我经常会贪心的想，假如不是如风早一步出现在海宁的生命里，也许海宁会跟同样优秀的小妍度过幸福的一生。有好几次我都想对小妍说，真希望他是我的哥哥。我从来都不知道我是这么贪心的人。我想见见你。妮子，我以前呀，做了一个特别可怕的噩梦。什么梦啊？我梦见我突然间就死了，然后我就特别后悔。你知道我后悔什么吗？后悔跟关海分手啊？我呀就想，为什么死前我不化一个妆呢？死都死不漂亮。你呀，真是爱臭美，连死都想着美。其实这也是我对生活的一个态度。我要么就好好的活着，要不然我就漂漂亮亮的去死。冰冰，以后不许再说死了活了的话了。知道啦。行，那你早点睡吧。妮子，我想先把安眠吃了。那好了啊。等会儿。睡吧。哎，妮子，你还没跟我讲你那个剧本的结局呢。那个剧本啊，海宁告诉如风，其实自己爱的一直都是他，只是经历了这么多，就像两道平行线，都有自己要走的路，两个人再也回不到从前了。我写完这个剧本啊，我还要再写一个剧本呢，写我们所有人的故事。有我吧？必须得有你呀。行，那咱就好好写，把我们都写进去，写我们这一代的青春和爱情。快睡吧。那明儿你见小贝吗？当然要见啊。那你跟他见完面以后，哎呀，记着把故事讲给我听啊！一定回来讲给你听。想了，睡吧。闭上眼睛。
会一辈子好好照顾你，无论贫穷富贵，都会陪在你身边。哎，我愿意。你好，志恒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过来看个朋友。女朋友？你呢？啊，我也在这儿等个人。哦，小贝啊，小妍，还是那个月亮男孩。你怎么？你就是？我是小贝。你好，一天到晚游泳的鱼。张志恒，你藏得也太深了。这个呀，是我替他们3个送你的，收。回来了。医生怎么说？没什么事儿。刚好你来了，你陪陪冰冰，我出去吃口东西。医院的饭没味儿，实在吃不下去。来来来，你坐，你坐。我去。跟你说个好消息啊，二哥找的那个权威医生呢，有回信了。他说通过手术啊，有50%的康复机会。而且医院也同意了，请他亲自过来主刀。赶快回去吧。我陪你一会儿。不用你陪。那行，给你吃完药，我在门口等你，有什么事叫我。你要么就回家，要不然就去公司上班。你说你在这儿算什么呀？行，等你妈回来之后，我再走。你现在是病人，需要人照顾。我自己能叫护士。病人那么多，护士忙不过来。我说我让你走你就走，你废什么话呀？你以为你天天在这转来转去，我就高兴是吗？我不想欠你的了，我不想让你可怜我。你不欠我什么的。我呢，虽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，但是不至于把我自己的感情看得那么轻贱。没有人可怜你，我对你好，完全是想对我自己好。就算你一辈子躺在床上，或者坐在轮椅上，我都愿意一辈子和你在一起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我才开心，我才会幸福。况且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有可能一辈子都这样？
你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，为什么不拿出来一块分享呢？啊？你还给我！你快吐出来！为什么？我同意你的看法，不能好好活着就好好去死。给我吐出来！吐出来！为什么？你不忍心看我去死，那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忍心看着你去死呢？秦明，我告诉你，你这种轻生的念头太让我生气了。你自私，你太自私了。你以为你的命是自己的？你的病属于你爸妈，属于关心你的朋友，属于我关海。你不是觉得你欠我的吗？对，你太对了，你就是欠我的，你欠我太多了，秦兵。我现在给你一个偿还的机会，从现在开始你要听我的。我让你喝汤你就喝汤，让你吃饭就吃饭，让你治病治病，让你留在我身边就留在我身边。如果你连这些都做不到的话，你这辈子欠我的，你下辈子都还不清。谁听过分手的歌，许下过的承诺，懂得迁就我，人潮再多疑，谁受过太多，谁想的故事结果，却走散了你我，曾经清楚着其实为你努力的不止我一个人，除了大哥、二哥、孟妮儿、可可，还有你妈之外，还有一个人，江天威。他知道你的情况之后，他找我，他说你所有的费用由他来承担。有这么多人关心你，有这么多人相信你能好，你为什么不能给自己一些信心，给自己一些勇气呢？你舍得看我一个人留在世界上吗？你舍得看你妈一个人留在世界上吗？答应我，好好治疗，好好活着。加油！我记得当年我送你考试的时候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可是学校，我可是你的师姐。师姐。对了，那个剧本还需要修改一下结尾。海妮回到了小渔村，但是海妮在哪，如风的家就在哪。如风从来不缺少天马行空的自由，他缺少的是一个出发，还有回家的地点。我希望我们的生活像一首诗一样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好好的回家改剧本，等我。海燕，带着我们自由的飞翔吧！刚才说的那个合同没有什么问题，对。然后您稍等，我查一下。李总是这样，合同是到3月9号。对，剧本我们看过了，很喜欢，很满意，辛苦您了。酬金按上面说。好，拜拜。哎，刘总是这样，看完了，但是我们往后延1个月。
能接受的话。OK， 行。OK， 啊！刚刚这条不错啊，等一下我们再来一条。这个海尼尔和冰冰他们两个再一次回到了这个小渔村，我觉得他们应该对这个地方的感觉更深切一点。好，来吧，导演，辛苦了。那我的呢？有。你的吗？辛苦了，谢谢。冰冰，刚给你谈了一个电影，马上可以走向国际了。恭喜你！还有一个我们的好消息，让张总来宣布吧。好，大家听好了，我们一直筹备的那个戏呢，已经筹备的差不多了，预计就在下个月底开机。那名字呢，就叫做我们的海州。这次我们的海州就看你的了。关于这部新戏呢，我有了很多构思，那演员我已经敲定了。有你啊，有你，当然还有我。我们就在属于我们的海州等待绽放。